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秀香哈，感谢上帝，我又有再次这样子的机会，可以为中保代祷来做见证分享。我加入中保代祷已经有2年半了。那在2年半前，我也是在礼拜堂，我听见那个苏老师的一个中保代祷的一个见证。那我那天听完，我就很感动，我就回去跟我的先生志宏说，因为我不会唱歌，我就说那我也想要来参加中保代祷。那就这2年来，我们就这样子跟上帝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连结。那我也谢谢上帝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的眼光转向上帝。那在这过程中，我开始学习亲近上帝。那在中保代祷这过程中，其实我自己觉得最大的收获是我经历了我自己生命的一个改变。那其实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其实都有很多的一个挑战跟压力。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上帝哈。那在去年的12月，就是跟大家分享我经历了我人生也是算是蛮黑暗的那一个月。在去年的11月30号，大概就是在现在这个时间，我记得11月30号那一天是礼拜日。我的妈妈因为心肌梗塞，然后大概就是在下午1点半的时候，我大姐带她去麻豆新楼医院。然后去医院的时候，医师说她血管塞了3条。然后我去看我妈妈，我觉得她是清醒的，我想应该是还好，就是支架做一做可能会改善。但是我那一天晚上差不多8点多，我到新楼医院再去看妈妈的时候，我第一句问她：“妈妈，你有没有好一点？”她就跟我摇头，然后我就觉得她的呼吸好像越来越喘，然后我就觉得不太对。那我的同事就来跟我说，等一下会把她的氧气调高。我就说好，那我也没怎么，就只能够给医师去处理。那一直又到11点半，那一天晚上11点半，我就接到新楼医院打电话给我，他说妈妈的血氧在降，等一下可能要紧急插管。就说好。那又过了半个小时，医师又打电话来给我，说妈妈可能是心肌梗塞，她有2尖瓣的那种闭锁不全，他是建议我们要转医学中心。我就说好。那真的都是看到这些一些过程，让我真的觉得好像都不是我预期的。那医院就问我说：“那你要转去哪里？”我就说：“其实大家都会想说，不是奇美就是成大嘛。因为我妈妈她7年前她有在安南医院开过心脏，那我当然就是问我爸爸，跟爸爸讨论之后，那长辈都会觉得说他先前就是在安南处理他的心脏。爸爸就说：“那我们还是转安南好了。”那因为妈妈的状况很危急，我觉得这个决定权我还是要交给爸爸。所以其实爸爸这样子的一个决定，我们都觉得很不安呐，真的是不安。不过就是已经决定转安南医院了。那我就开车从台南开车要回麻豆。那在高速公路，我一上高速公路我就一直祷告，我就说：“上帝啊，求你就是安南医院啊、成大医院，求主耶稣你帮我预备妈妈适合的医院。”有好的一个医疗团队可以来医治他。其实我的信心很小哈，我就想说，我前一刻已经跟医院说我要转安南了，结果我觉得就是转安南了，可能没有办法改变了。结果我开到永康的时候，我觉得很神奇，我的手机又响了，他说他是新楼医院，他说那个安南医院没有床，他们有联络安南医院，安南医院加护病房没有床哦，成大医院的加护病房有床。我说好，那我们就是转成大，就这样子。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真的觉得上帝就是一直和我同在。那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那一天，其实我到新楼医院，我们在转院已经半夜2点半了。那一天天气很冷，那就是救护车来了，那要帮妈妈送到成大医院。救护车就是开到医院的门口的时候，我妈妈那时候的血液一直上手个一直落她本身已经有肺水肿的一个状况，然后又是泡沫痰，然后她的整个状况因为血氧又降，也无法度用那个车上的氧气，所以我就跟我那个学妹，我们是压着那个氧气球，就是沿路从麻豆这边压到成大。
结果伫过程中，我的学妹跟问我讲：“学姐，妈妈的状况不好，你敢要急救？”所以其实就在黑暗，我们经历了真的就是很黑夜的一个惶恐啊。那我妈妈送到成大医院的时阵，其实已经面临心脏衰竭、呼吸衰竭，还有肾衰竭。阿姨身上的管路，大家可以想到，在一个重症的一个加护病房里面，气管内管啊、呼吸器啊、鼻胃管、洗肾，还有一些就是那个静脉输液的导管。那其实我们都觉得妈妈的状况可能不是很好，真的是有一种觉得我可能快要失去我妈妈了。那就是参加了中保代祷之后，我也知道说，当我遇到这些我担心、我挂虑的事情，我真的只能够全心的仰望上帝。但是我知道我一个人祈祷的力量无够，所以我嘛希望有一个人会使来为我的妈妈祈祷。所以我就透过这代祷卡，那透过密诊小组的小组家人，还有中保代祷的一个团队，就大家持续的为我妈妈的一个同心祷告。妈妈就在那1个月在加护病房阮经历足侪惊吓，嘛经历足侪平安。我分享几个惊吓第一个惊吓就是当心脏外科医师伊评估我妈妈，伊讲爱阁开一间心脏，可是我妈妈在7年前已经开过啊，已经无迄个本钱阁开第2间的心脏啊。所以医生讲，如果真正爱开的话，我妈妈的存活率应该是无悬。所以我们听到这个医疗，我们真的觉得也很无力。但是医师就说那不过现在有一种叫做2间半夹合术，它就是费用比较高，那效果也不错。我们又看到了希望。那所以就是说，在这样子的一个医疗下我们就是做了一个叫做2间半夹合术的一个治疗。那就在加护病房那整整1个月，觉得上帝真的也很恩典我们就是每天11点，我们家全部都会到，感觉都是去成大医院上班，就是每天11点会客。那会客完，我就会跟我的姐姐、我的妹妹，我们都有2个姐妹，都可以留下来在加护病房陪伴我的妈妈，那就是陪伴到她的晚上。我们都觉得就是上帝很恩典这样子的一个预备。那再还有第2个一个惊吓，就是我妈妈的气管内管也插了3个礼拜了因为本身又心脏衰竭、呼吸衰竭，我们就想说，这个如果拔管没有成功的话，可能就是会去住呼吸加护病房。所以第1届已经3礼拜医生就讲要试着拔管，结果真的在第1次拔管，他真的也失败了。然后就在医师说，好吧，那再给妈妈1次机会。所以过3、4天，我妈妈就搁1届搁挽讲，真的是感谢那个上帝妈妈就这样子在第2次拔管就能够顺利的成功。搁一个就是我妈妈的肾脏功能已经无好其实伊伫还未住院之前，伊的药剂有2粒药剂，一粒已经无功能一粒已经嘛萎缩另外那一颗的肾功能嘛足歹的拢岌岌可危啦。就是如果没有照顾好，就是要洗肾。毋过伊即届住院，因为会做侪检查，会做心导管，那会做支架，嘛会做2间半夹合术，伊迄拢会用到新印剂。所以就安尼，我嘛感觉那颗肾脏应该的住院的时阵就开始洗肾啦。我们就想说，那颗肾脏到出院应该是保不了了。这个透过中保代祷的大家这样子代祷，为我妈妈守望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我妈妈出院的时候，她身上完全没有管路，我觉得这个恩典非常的一个大，而且我觉得妈妈这样子可以顺利的出院，真正不是偶然，嘛不是奇迹，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在我的生命中，我若拄到任何的困难，也是拄到任何让我烦恼的代志，我就是写代祷卡，因为我需要上帝做咱及时的救援。所以我嘛要感谢代祷的勇士，
大家日夜的为我妈妈这样子的一个守望带祷，我相信这个都是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哈。那我也是鼓励大家来参加代祷团队，因为上帝用我们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祝福他人的人，所以我也要谢谢上帝使用我。那假做也器皿，在服侍的过程中，我可以在祷告室里面安静我的心，然后跟上帝有一个好的连结。那在祷室里面有一些书籍，那我们也是可以从上面去得着上帝的一个话语。然后我在代祷的过程中，其实我看到代祷卡，有些代祷事项，看到代祷事项，我家己嘛做艰苦，因为我感觉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软弱，所以我会想讲我嘛会想要讲，我加祈祷一场，我就会使加祝福一个家庭。那伫中保代祷的一个服事，因为我交志宏，我两个是夫妻服事，我们一起来啦，所以上帝就配一个司机给我，那就专车接送。礼拜六我们就是一起来教会来做祷告，然后就开始我们周末的一个生活。我想这个都是上帝的一个恩典。那我领受这样子的一个恩典，我也更加的体会为上帝做工，我们会得到更大的一个祝福哈。在我设立恩采居家长照机构，那在今年度嘛顺利通过评鉴。那设立的初期办公室有一个建筑法规，那在今年的10月份也顺利的通过了，所以有机会可以在社区中做关怀。我想上帝给我上大的祝福，这就是上帝给我上大的祝福，所以我要鼓励大家来参加中保代祷的服事，让我们成为上帝手中的一个器皿。那希望我今天的见证分享，可以让我们的生命也成为上帝荣耀的见证。那也希望有更多人来参加中保代祷，来成为代祷勇士。好，咱彼此也可以守望。那每一个软弱的一个代祷事项，拢会使真做上帝稳定的祝福。这是我第3届伫遮做见证分享，一路行来。我的生命有上帝大大的稳定甲祝福，所以我领受上帝稳定，我嘛会需要伫遮大大的夸口。感谢赞美主，谢谢大家。然后我们的代祷卡的话，有一张是这个蓝色的，这个话就是教会，如果说要对教会的一个事工，有需要写代祷卡，我们就可以写这一张。那不管是你自己还是你的朋友，那如果说在生活上有一些软弱的事项，大家也可以书写黄色的这一张代祷卡，那真的就是会有一些代祷勇士来为我们大家祷告。那这一张是祷告的运营卡，当上帝有一个回应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来做回应。那以上就是请欢迎大家加入中保代祷的一个团队里面。谢谢。